人生建議真係要多注我哋華夏民族嘅傳統服飾，尤其當你覺得自己氣場弱，成日無端端低落嗰陣，特別係身弱嘅人就超中意著道裝，唔誇張講，一着上身真係好似有神助咁，做乜都順手有力。大家都知道清朝實行剃髮易服，但道士係例外，可以保留古製衣冠，所以道裝完整，傳承咗華夏服飾體系，譬如簪官交、領右印、寬繡金線、刺繡等等。道家講天人合一，認為人生就係一個微縮宇宙，可以接收同發出能量。你着咩衫其實都係一種信息，係調節你氣場嘅重要工具。所以道家有句話叫注正升陽，穿對衫就等於提升陽氣同正能量，好似打咗個增益 buff 咁。我自己真係有呢種感覺。如果你唔方便注道裝，都可以試下帶傳統元素嘅衫，刺繡、天然布料、潑墨、圖案、祥雲印花，或者直接注漢服。總之試下啦，注過先知。